然后像比如说在北大的话有4大专院，生科是作为4大专院之首，就是什么叫专院嘛，对吧？搬专。对学物理的偏见就是可能学物理的人都秃头，就是发量比较少。走进一个300人的教室，你知道清华的男女比，你走进去可能有240个男生，这200个里面可能有100个人3天没有洗澡。当时老师告诉我说，这个专业可以有机会真的去体验坦克驾驶，所以就心动选了这个专业。很多有趣的事情，比如我们专业就会有，就是去山东孔府孔庙游学，会去敦煌。去敦煌可能就是你会看到一些不对外开放的那些地方之类的，就是你可以去看到那个石窟。然后他就去跟他家人讲，他家人就说：“你们现在去抬棺材还要学习，还要学文化。”我们上课是没有游戏玩的，应该没有能玩游戏的课吧。也不是说每天都吃小龙虾，一周的话吃个10几20斤吧，最多一次吃了15斤一次。反正男多女少嘛。你们去食堂看了，怎么样？但是我们团队女生多一点。为什么？我们导师的个人魅力。我也是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女孩子特别多，男孩子相较而言比较少。像我师傅他背了一个特别破的皮包，你想象不到的那种破，就是都掉皮儿的那种。但他那个皮包从来不给别人碰，因为你不知道从他那个包里拿出来的这一件东西值多少钱。我们文修这个专业的特殊性，它的教科书是特别少的。北京的高校或者全国的高校，可能只有我们学校有这个专业。我们班一共只有8个人。对。现在研究天文学来说，它门槛比较高，光是硕士毕业研究天文学，我们认为不是很够。